即使、即時、即時、即時、即是、幾時、即是。好，聽完谷歌翻譯嘅讀音之後呢，不如挑戰下你哋，試下用廣府話、泉州話、南福建話嚟讀一次。即使、給時、即時、計時、即時、幾時、記時。果然識廣府話都仲有辦法讀到一啲差別啦。唔係嘅話，淨係齋識華北語啊，好難分辨，因為佢哋通通都係知時、知時、知時，淨係個音陽上去嘅唔同嘅啫，好難分辨。依家就挑戰下泉州話或者南福建話嘅讀音。即數、給時、即時、幾時、即時、幾時、幾時，其實是交談嚟啦。平常時轉正為南福建話嘅口語嚟講，第時、幾時，用轉正為南福建話就會使分得出這明顯即切嘅詞類是這明顯分別嘅。但是到華北語咧，讀起來聽起來就生生嘅。然之後你哋都可以挑戰下用其他嘅母語，例如係潮州話、福州話等等嚟讀下。其實你可以試下問下你哋嘅阿爺阿嫲、太爺係嘛，佢哋不嬲都係用南漢語，例如係泉州話或者南福建話、客家話、廣府話、潮州話、福州話、瓊州話等等嚟讀報紙嘅。所以講佢哋都係有呢個認知，就係其實漢字係可以用各種唔同嘅漢語嚟讀出嚟嘅。2月21號係世界母語日，咁樣喺呢個影片要問下大家，點解要放棄我哋嘅母語？例如係泉州話、南福建話、客家話、廣府話、潮州話等等呢？眾所周知，馬來西亞唐人就好鍾意送自己嘅仔女去華北語學堂學華北語，不過呢，實際上華北語唔係我哋嘅母語。